内中一对翁仔埔青沙伯玉山后树峰雪失联，高雄市在初五接到通报，随为树峰当中的南玉山方向开始找人。今仔日也出动13个人，但是因为透风视野也无好，救援行动是真困难。而且目前天气无好，也无法度使用直升机。 搜救人员在强风当中继续找找，暗过风大，连见多个地面搁沉骨，增加搜救困难。初五有人报失联，拜六早起，高雄市消防局各派13人去远峰山坳、甲南玉山方向敲吹，申请直升机进行空中救援，但因高山天候因素，能见度不佳，仍无法进行空中搜救。 内中一对翁某青沙伯玉山后四峰失联，加速着及地面找登山社团发文，也提供相片往网山右走吹。玉山后四峰分别是鹿山、东小南山、玉山南峰甲南玉山。高雄为南玉山走吹，另外一边也搜救队员专业找人。有雾凇，然后步道这个行走非常困难。那目前就是说，昨天的话，本来是要去这个鹿山去搜寻，然后呢也。 常常会发生在一些特定点，除了本身地形较险峻以外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做好体力的评估、装备不足以及过度的自信，那意外往往就会这样发生了。面对一直变化的关山，专家提醒民众做好爬山进前的风险评估，确保个人体力能负担，装备准备好，才能保护好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